緊握扶手，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下一站，粤海门，我哋有新花永旺线。左侧的右手将被打開，行駛路係啊，我話依間人去深圳灣口岸。將打開。粵海門 Interchange Station Line 而家去啦，我睇到做咗服務。